千祈唔好眨眼，呢度就係你喺珠海成功咗之後嘅 MVP 結算畫面，呢度就係證明你人生中最耀眼嘅高光時刻。上一個擁有咁樣海景大平層嘅人，揾佢傾生意嘅合作伙伴，從珠澳人工島排到香港人工島。唔好問我點解，好似咁樣嘅海景視野同埋千億港珠澳大橋戶外窗景，係幾多人嘅夢想？但係呢個夢想，你已經觸手可及。你以為咁就完嘞咩？我哋嚟睇下喺香港、澳門旁邊嘅珠海，呢種塔尖級別嘅海景大平層，俾你嘅震撼當然唔止係一面，而係方方面面。你嚟睇下呢個270度嘅海景主人房，可以俾你睇到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嘅繁華，令你覺得呢度就係人生當中必不可少嘅居住會所，以及必不可少嘅人生體驗，就係咁飄渺且真實。下一個一定係我，唔係，一定係你。